后来继续来看台北一回小男童凯凯，互迄对恶姨母姓刘的姊妹啊虐待告死的案件，下晡是第4届来开庭。因为顶一届出庭，两姊妹啊是解喙歪认罪，引发着社会怒火，有济网友就网来联署，迄个公共政策参与平台，一下啊引入着10万人，一度来大档机。目前提议的政策，这虐待儿童者判死刑，也则是判无期徒刑，即卖已经超过10万人来呼吁了。对凯凯加以施虐，而这样的虐待呢，长达了114天。一支影片，一篇铺文，拢是网友自发性来甲凯凯加油。今仔日下晡，下搁再召开第4摆的准备庭。无血无目屎，完全无感觉亏欠。姓刘的林母姊妹仔涉嫌甲凯凯凌迟到死，本正面对检方新增犯案。不过前一摆出庭时，说向反口供无认罪。网友是去甲规巴都火，上网连署加动伊的刑责，不立刻点入去。走进去，电脑嘛是速度，直到今仔日透早9点才恢复正常。这是公共政策参与平台有人提起，爱甲凌迟囡仔死的人处无期徒刑，这是死刑。顶个月20号提案进入到福记端，无到1个月就通过提案。凡说是接近第4摆开庭，请花要10万位网友，这互平台贵重点。过去几摆开庭，拢有民众伫咧法庭路口举布条发口号。今仔日下晡，网友嘛发起开证书一盒，希望大家力量会当替伊发声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